咱开始来录影吼。这是一个足无专业的一个直播节目啦吼。我希望讲以后会当逐工来录1点钟的这个白话字的公读。咱毋是讲介专业吼，所以这个声音啦、音乐各方面拢无可能讲做甲足好啦吼。咱尽量希望以后会当做甲较好的安尼吼。白话字公读这个词其实是我创的吼。公读是啥物意思？公读就是公开朗读啦吼。希望以后参加的人，咱希望讲以后真侪人来听，真侪人来有人来参与，咱大家斗阵来读吼，一人来读一句来了解讲主要是来学白话字来熟悉白话字，或者是讲进一步，互你会当更较熟练吼。咱要读的这个文献吼，当然是较侪是古早时代所留落来吼。咱今仔日所要读的呢，咱即阵我所选的第一本书是这个北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历史吼。OK 等下吼，来我来瞧一下这个咱要读的这个内容吼。我对这个软体吼，其实是今仔日才开始学的啦吼。所以嘛毋是遮尔熟希望大家斗阵来成长啦吼。大家斗阵来学，你着和我斗阵来学啦吼。OK 这本书呢是1923年吼所出版的。所以咱伫个要读这本书之前呢，咱先来理解一下历史背景吼。1923年是一个什么年代呢？咱大约也小知影吼。你若会当去wiki吼，wiki别科全书内底吼，你会当找到1920年代台湾吼。当然，伫这车这篇我袂当遮读啦吼，你有兴趣你再家己去读吼。1923年，咱主要是看着1923年吼。1923年台湾民报伫个东京创刊吼。皇太子玉林就是小我天皇吼，昭和天皇。当然，迄当阵伊毋是昭和天皇，伊也毋是天皇啦吼，伊当阵只是太子尔吼，就是天皇的后生啦吼。伊伫即年1923年即年来台湾吼，来视察啦吼，讲是视察啦，其实就是来遮看看，来遮佚佗啦吼。当然，皇太子要来台湾，这是对，不管是对日本还是对台湾来讲，拢是一个真大的代志吼，真大条的代志吼。这个你想看嘛？皇太子要来台湾，表示讲迄当阵的台湾已经是较平安啊，较平定啊，吼。当然无可能讲迄当阵佫4月里烧战吼，烧台吼。皇太子来有危险吼，无可能互伊伫这种情形来台湾。所以1923年的台湾，其实对于迄当阵的人来讲，是已经是算一个足和平的时代吼。你若对台湾的历史较有了解吼，台湾汉人的反抗日吼，伫个1915年的时阵就已经结束啊。
1915年大巴黎事件时阵，就已经汉人就无搁继续搁还口吼，搁还口。啊，但是你若知影讲，伫1935遐，搁发生迄个雾社事件，吼，歹势是1935，但是现在雾社。雾社事件是1930年吼，1930年，这是伫咧山地内底，山内底啦吼。啊，汉人其实伫咧1915年以后就无个起来，就是武装啦吼，武装抗争啦吼。所以1923年是一个就和平的时代。处在台湾议会设置千万运动，人讲一般人咧致敬事件吼，即我就无讲你家己去看吼。就是讲迄当阵，台湾汉人无做武装抗争，但是就开始行即个议会路线吼。啊，你若看，咱了解着迄当阵的即个台湾总督府呢是。迄个总督是迄个田健治郎吼，田健治郎。啊，伊来看，伊是1919年的时阵，吼，就来台湾接即个总督，伊是头一位的文官总督，所以你看吼，伫1919年，1915年，大巴黎事件了后，吼，就较平安啊。啊，1919年就说日本开始派即个文官做做总督。啊，你看伊的迄个任内吼，伊的政策是安尼吼，对迄个等主义吼。啊，你看伊的比如讲，伊用即个法三号来取代即个三民法吼。啊。这内容则无讲啦吼，你再甲你看，吼，伊比如伊废止即个痴刑吼，这应该是读书吧吼，咱小来学一下痴刑。我直接用的吼是一个，比如讲迄个找台语吼，你会当用找台语去找，歹势我。拍唔着，应该是对汉字。找台语内底用即个，主要是即个甘字典吼，伊会对每一个字，伊会影响到读吼，伊会写。当然你爱开始你爱学了别个字吼，或者是罗马字，教育部就是会使吼。譬如讲就是读个 T， 读个胎吼，有两个音 T 或者是胎。咱有机会再来讲一下甘字典，即个一寡因是安怎来吼？甘字典所收的其实足侪是孔乙字典内底的字，啊，伊读音可能是对孔乙字典迄边过来。T 形、胎形，歹势我拄则读毋着吼 T 形，所以用结板拍身躯吼，即个叫做胎或者是 T 吼。所以即个根治郎的伊废除了吼 T 形。废除了小学教师，小学的老师配刀。较早吼，伫1919年之前，一个校老师吼，小学老师是先去炸刀的吼，派一支刀武士刀吼去学校，是真恐怖的代志啊！所以你看吼，伫1919年以来，即个文官总督来台湾，做总督了吼。即个社会风气吼，政治的即个政策吼，作为吼，啊，就拢较无遐尼吼，遐尼恐怖的，伊毋是军事统治啊，吼，是文官统治。啊，伊通过吼，这个我就无爱读啊吼。主要像你知影一个1919年了后，吼，田健治郎做总督吼，一直到伊做到当时伊做到
看伊做个当时，伊做到1923年吼。总督府吼，1919年到1923年，吼，就是拄好咱拄则咱要读的这本书，今年吼，所以进前拢是这个4年是文官总督，啊，过来接任的就是这个拜登加吼，有一搭提示器吼，我看卖安怎读，有一搭较入去吼。前一任是这个吼 ，OK， 拄则断线，我嘛毋知为虾米原因吼。伊是一个对台湾较有感情的总督吼，伊甚至死了后，搁待伫咧台湾吼，这是伊待的所在吼，迄个鸟居吼，即个来讲吼，所以伫咧1919年即个。田间之路总督进行，吼，都已经是一个虽然是武官总督啦吼，但是伊的迄个总，其实你若去读吼，去查这个总督伊的一寡历史故事，可能知伊是对台湾人足好。OK， 咱大家了解这个时代吼，就是安尼，啊，所以咱来看一下，咱开始来读这本书。北部台湾基督，北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历史。喜莲纪念部编辑，这个喜莲是啥物意思呢？就是咱较早讲2000年是清喜莲吼，迄个喜莲纪念部，这个喜莲当然这只毋是讲。1000年吼，1923年2000年，已经足久啊吼，离2000年，离2000年搁足久啊，2000年是咱的时代吼，20年前的代志。所以这个喜莲是啥？你若等下来看，伊就讲这喜莲是指的是讲，长老教会设教50周年，吼，叫喜莲。我声音毋知伤细声。咱今仔第一道播出，我嘛毋知到底有偌济人听吼，无人听嘛袂要紧吼，我相信是无人听吼。你真正无 ？OK， 所以无啥物压力吼，我就是安尼听课，啊着我拿泡茶，我第一清热啊先教你。喜莲纪念部编辑吼，所以因迄当阵为着即个设教50周年，设一个可能是因为安尼设一个喜莲纪念部吼，啊因编辑即本，所以因来再来编辑来编辑本书出来嘛，就是伊要了解讲，除了教会伫北部设教的一寡历史，就是台北。这个印应该是伫吼，这可能是英语啦吼。印就是伫啥物说多一年吼，1923年，北部中会罢官，北部中会罢官吼，我毋知影即个罢官是啥意思，我嘛无找无啦吼，那个找一遍吼。相关伫相关咱来找台语找看卖啊。PAH， 等下我再来改一个，数理化就改一个 PAH 第八声罢官 KOAN 第五声，无吼，所以我真正毋知这是啥物意思吼。我会，这哈，做物件，
读这个吼。所以这个八关我毋知啥物意思吼，北部中会啦吼。这个你若对基督教除了教会小可了解，因就是知影讲，因有分啥物大会、中会、小会吼。啊，中会，这我嘛无太清楚啦吼。你再家己去查吼，北部中会吼，八关，八关毋知啥物意思。好，咱来读头书，头书就是你若读华语的字拢写做词典啦吼，或者是词文。头书就是一本书上头前吼，你介绍一本书的一段文字吼，或者是一段文章啦吼。伊有可能是请一寡牛人吼来填写。一般头书就是简单介绍讲这本书的内容吼。啊，伫台语咱就讲头书吼，头书一个是一个足正式的讲法吼。有另外，你若定有听人讲一寡较无遐尼正式的讲法，叫做大话头。大话头其实，若照潘科元老师讲法，其实大话头若讲是无介正式吼，而且即个大话头有时啊个小可毋是遮好的意思吼，意思讲咱歹话讲大声啊，叫做大话头吼。好，头书咱来看。头书，因为设教伫台湾北部50年久，因为设教伫台湾北部50年久。我看我会当，我无法度用笔来画吼，还是我无迄个软体通画。好，咱知影遮吼，伊讲因为设教已经50年，继续读落。侪人不知形无爱知早年教会的代志。侪人不知形无爱知早年教会的代志。我袂记咧讲啥代志，为虾米我会想到要来读这本书？当然，第一点是我讲的是为着要读白话字，第二点是为着要先煞来了解一下台湾的历史。1920年迄当阵是台湾是生做啥物款？你讲，这是教会书名。其实我相信内底，当然这个我是以为啦，因为我还未看了，我嘛去和大家相关斗阵开始看了吼。我相信讲这本书绝对会甲迄当阵吼，因设教50年嘛吼，会甲迄当阵台湾这50年来的一寡背景吼，应该看写着会晓写着吼。所以我相信伫内底咱学着一寡台湾史。你若本身是教友的吼。我嘛鼓励你来看这段总是你爱对个教会的历史爱了解嘛吼。我知伫台湾呢，基督教徒吼，其实是足害吼。我讲一句实在是足害，尤其是国语教会吼，华语教会。若讲对教会历史无理解吼，甚至对家己教义也无完全无啥物了解所以你若问伊，你信啥？讲伊家己讲袂出来吼，甚至连伊家己啥物教派，这个教派是安怎来？这个教派信仰重点是啥？其实华语教会就是人是毋知吼，你甲问拢毋知影，这足含糊的吼。OK， 所以呢，咱就来读这本书，来理解一下台湾历史吼。咱继续读咧。侪人不知形无爱知早年教会的代志，所以有备办这本册。这本册就安尼来吼。我先说
小介绍者吼，我是伫新竹，我伫竹北一个庄头叫麻园大汉吼。啊，因在伫新竹吼，外海这边拢是其实拢好了吼，新竹伊是专客人吼，新竹外海海边啊这边有哪有河洛庄吼。啊，阮这边的河洛庄，为虾米我会讲河洛？因为吼，阮含客人住足近足晏吼，甚至比如讲，阮这个河洛庄内底就有一寡客人小住落吼，小的2-3户仔啦吼，3-4-5户安尼，甲做伙的即个小的即个客人岛，所以阮含客人其实是足密切吼，有接触的，所以阮的语言含伊的语言吼，伊就讲咱讲的是河洛话。当然，我知影大家讲即个河洛是好听话吼，但是伊讲恁讲河洛，阮讲客话。我有时迄阵时阮拢讲阮讲你也讲河洛的，安尼甲讲你咁问吼。所以伫阮遐讲河洛，即个讲河洛也是讲客话吼，用即个名词，用即个名来分别。伫新竹即只的河洛吼，的腔口是老泉州腔啦吼。阮迄边是老泉腔，阮厝的人是讲老泉腔，当然我讲的其实是阮讲因迄韵啦吼。到阮爸即韵其实都老泉腔，较无遐尼重。我有听到像阮阿婶，伊是巴黎囝人即个所在是，你若写做汉字是叫做华语读做猫儿定吼，是巴黎囝人。阮阿婶，我着听伊有时啊讲话着足侪即个老泉腔，足土的、足深、足乌的即个老泉腔吼。比如讲，伊会讲滴鱼即种，伊会讲滴壳吼，阮即个老泉腔的讲法。所以我咧读的时阵，我尽量我呢会当希望讲会当保持阮老泉腔，但是我咧讲的时阵，希望讲会当保持阮老泉腔。但是读的时阵，当然我是照即个伊写出来的字读吼。我老泉腔袂讲册啦吼，阮拢讲字吼，即本字，阮袂讲即本册吼。OK， 所以有备办即本册，即本历史较侪是论起早年说教的事。即本历史较侪是论起早年说教的事。我即马想，其实我可能比如讲，我应该邀请一下我的好朋友啦，还是较早的同窗吼来参加即个公读会啦吼，公读总是较袂，我家己只孤单，等一下你读啊吼，有来有去，有问有答吼，有应安尼是较热烈啦吼，嘛会当有时会激起一寡无想袂到一寡话题啦吼。这样来讲。咱今仔日第一讲吼，就是试验性。即本历史较侪是论起早年说教的事。小等吼，我查一下，我到底是有直播出去。我直播这名是叫什么名？佮大家警告，讲要检查影片即个 resolution 讲目前的 resolution 是上好即个设定。即个等下，即个以后再讲吼。我咧想讲，我即马咧播出大家会当看到我咧播出。好啦，毋知我嘛毋知。无重要哈，咱继续来读。即本历史较侪是论起早年说教的事，现今教会的代志
有讲较少吼，伊就是现金的代志讲较少，现金交汇的代志有讲较少，因为今年要做喜年会，歹势吼，食伤饱。因为今年要做喜年会，纪念释教50年，吼，这个是我拄则讲的，什么一个喜年，喜年什么部，喜年纪念部，因为今年要做喜年会，纪念释教50年，所以所讲较侪是干涉伫初释教的时代，初释教时代，所以你算下哈，1923年，减50年是当时，1873年了哈。1873年，迄当阵阁是大清时代吼，离日本人来台湾阁一阵仔时间吼。1923年，就是日本人已经来统治几年，28年要30年吼。50年前，迄当阵阁是大清的时代。所以咱应该会当看到迄当阵吼，一个代志。就是讲咱看即个基督教的50年，这50年来的历史，经过大清，经过日本人入来，经过日本人统治28年，吼，已经较成熟的，就是讲较稳定的时代，吼，咱拢看会到。对战乱，对大清统治末期，吼，战乱一直到。即当阵吼，50年后，即当阵较和平的即个时代。大五望即本历史有利益的所在，吼，咱嘛希望讲，咱嘛有即个大五望吼，咱伫咧读即本书的时候，会当得到利益，会当学到物件。你会当看讲迄当阵的印刷吼，就是伊即个我听讲是翕相细版的吼，这版可能最后无改好，所以印出来，字有时啊，你足好看的，所以讲到底是对字有时啊，伊就认袂出来吼。伊即个调即个声调即个符号，若个有时啊印无好，你迄个声调读袂准吼，好袂准吼，即个。台语的讲法叫做合音啦吼。历史部会，应该是一个长老教会内底一个组织吼，历史部会。台北5月1日1923，伊那写台北，是印对啊？应该是台啊吼，先是台北，咱来查一下台北什么意思 ？TAI 第7声吼，应该是第5。咱讲台湾的台是第5声吼，但是写台北，第几声就？第4声，台北。OK， 无即字我咧想，应该是伊印对去啦吼，台北。若即嘛人来要听我即个直播，伊要安怎找着我即个直播？我连名都无，是要安怎找？
这就奇怪了哈。咱即满的一个观众都无吼，所以我连要请大家甲斗相共都无斗。我看一下讲你即满伫 YouTube 安怎处理吼。好啦，无去烦恼这个，咱继续来讨论吼。再来是目标，目标吼，目标是。目标可能就是人是谈目标啦吼，是谈目标吼。咱来用汉语来查这个词。目标。真好猜。你若用这个汉语来查吼，但你大词典收的是目标，目标还是目标这个音吼。即嘛这个台湾教育部中华民国教育部啦吼，这是一个足中国的吼。即中国的即个单位吼，读做目录吼，我就无爱看即个，吼，基本是来叫读做目录，但是你通看伫个教会吼，写做目录吼，到底即个音是安怎读啊？咱来查一下古籍里，看今年顶有收吼。肯定有收吼，有收即个录音无对吼，所以台语大词典写做目录今年顶有对吼，所以目标拢会使，几个吼，目标目标即要甲读过，好来即甲读一遍吼，一页尔。有介做咱一页，咱就甲读过。目标，吼，来第一篇，早时政治甲风俗，吼，所以我对遮用的无对嘛，吼，伊绝对会甲迄当阵的政治背景，政治背景甲迄当阵的风俗，吼，拢做一个介绍，所以咱会当看迄当阵1923年台湾人所写迄当阵的台湾的政治背景，迄当阵的台湾风俗。第二篇，该牧师，我想这应该是该牧师啦，吼。台湾基督教会其实是无南北是较早是无共的两个教会来源所创设，吼。北部是马街牧师所创设，歹势。南部是创设是啥物人我袂记啦吼，反正就是无共教会啦吼，共北边是基督教会，但是一个是对，敢若是苏格兰，一个是对对啦，我煞袂记，反正无共位吼。第三篇，头回信假的话吼，头回信假吼，应该是初信教的人迄寡教友的介绍吼。过来，亵渎、诽谤吼。所以，较早叫做教案，吼，就是伫个大清元年的时候，基督教会其实足
顾即个汉人的怨吼，因为汉人讲到教话拢无啥物好话吼，无啥好面相通互你看，所以因会去迫害传教的牧师、教友，甚至着会杀人，毋是敢若欺负人啊，毋是敢若破屎尔，应该读得到伊的介绍讲破屎，我毋知是伫北部教还是南部教会吼，啊，甚至杀人吼。啊，当然上有名、上出名就是迄个当阵迄当阵吼，大清时代话对吼是伫个北京迄边义和团事件，开始未接教育，涉毒、诽谤，过来是台北释教，伫台北释教，过来是宜兰释教。所以咱应该读着一寡伫台北、宜兰的历史吼。医仙馆，所以医仙馆吼，社馆伫南部吼，伊的传教伊嘛是拢靠即个设，就是用异地病人来宣教吼，来做宣教的即个方式。啊，即个方式其实是伫迄当阵其实是足好的啦吼，因为汉医吼，总是无西医遮尔治疗的效果无像西医遮尔，会当随时会当真紧就看到效果。啊，所以即个真侪人是因为去看病吼，啊医好了来信教。啊，马街是不是医生啊？敢若毋是吼，但是伊会晓看喙齿吼，会晓挽喙齿。啊，迄当阵就侪人去找伊挽喙齿啊。OK， 过来后一篇，早年团港的方法，早年团港的方法。后一篇，信学校，信学校啦吼，即个拄则我讲的吼，迄个印刷咧声调符号印了无清楚，有些你看袂出来吼。信学校，所以因设医馆。歹势吼，因设医生馆，也设即个学校。医生馆即嘛搁伫嘛，马街边嘛吼，大家应该知吼。设学校大家嘛知嘛吼，较早敢若是迄个陈江中学校、陈江中学，一开始嘛设迄个女学堂吼，咱拢伫遮应该拢读得着。啊，即嘛呢？即嘛，迄个学校搁伫个，即嘛，迄个学校叫做真理大学吼。啊，真理大学进前偌久，伫个月还是闹一条新闻足大条吼。因为迄个一个伫日本时代足出名的作家叫做西川满吼。西川满后来因为日本战争煞了后，日本人就转。引用归国嘛吼，转去日本，啊，伊西川满是日本人，转日本。啊，转日本了，但是西川满应该是伫台湾出世，所以伊对台湾其实足有感情吼，感情足深吼。即咱想会到嘛吼，你去一个所在出世大汉的所在，对你来讲，迄是个唯一的故乡，第一个故乡，所以感情足深的。伊到台湾，伊转去台湾，伊嘛是所写嘛是伫台湾代志吼。迄个西川满，伊要去进前，伊后来甲资吼，伊所收集的资，伊甲伊所收集的资拢捐互迄当阵含伊出色的一个教授叫啥名我袂记。OK， 含迄位教授，伊个捐了迄个教授。其实伊毋是捐了一个，应该是讲透过即个教授
管好台湾。迄人迄个教授可能是伫咧真理大学教职，所以就管去互即个真理大学的即个图书馆。顶个月迄个消息就是真理大学即个校长吼，甲即个老教授吼，已经退休的即个老教授吼，等于甲即个门甲串起来吼，我有你去即个图书馆吼，即个。OK， 长老教会一个对待清时代的创设，对台湾就有感情的一个教会吼，伊含台湾即个近代的历史吼，就有真密切的关系的一个教会。伊所设的学校，吼，伊若所设的即个学校对台湾若无感情吼，是一个看轻台湾的学校。讲实在吼，这是真对不起起初迄当设即个学校的一寡现象。慢慢加讲即南岛的代志吼。讲起来嘛，毋是南岛的代志啦吼。你若讲去西川湾所留落迄寡资，迄寡宝贵的资吼，因为伊对台湾就有感情，伊所收集的资内底足侪是和台湾有关系吼。而且伊是本身是个对资，迄个眼光足悬的啦，就是有家己手做资吼，家己用手工资吼，家己做伊出版的资是家己是用手工做吼。迄寡字是足本身就是足有迄种艺术性吼，所以足宝贵的，足珍贵的。伊所收集的一寡资内底有一寡足侪台湾和台湾有关系的一寡资料吼，其实迄是台湾人伊关乎即间学校，但是实际上伊是关乎台湾，这是台湾的宝贝，台湾的公共财产。吼，我认为讲。不管是迄个老教授，还是讲真理大学，拢无权利当作讲这是因家己的私产，吼，无即个权利，因家己当作私产，用即个私心来管理即寡资。OK， 好，咱继续看。咱拄着看新学校嘛吼，再来是淡水女学院吼，所以是什么是学校，但是讲是女学院吼。再来是法国拍台湾哦，所以我那看伊经过个一段吼，法国拍台湾什么意思？就是你若较早吼，咱拢读。国民党的支那历史吼，拢甲你讲啊，中法战争，嘛吼，迄当阵其实法国，伊个战场开足大吼，对，伊嘛来拍台湾吼，原来是。尽中的会友，读落就知吼，我来是讲啥？头回本岛牧师吼，所以伫即当中开始出现迄个本岛的牧师，这个就是当时，我相信可能是已经要咱看得出来吼，其实我因为对我对法国教会历史嘛是讲真正遮了解。再来是协中会，再来是独立教会的演结。所以当然，西方人因来台湾即只释教会吼，宣教传教，因希望讲。一开始是以西方人来遮设，来遮创设即个教会，希望讲在地人会当继续吼，来开拓教会，来
互教会当搁较扩大吼。所以因就希望讲，恁会当家己独立，毋通拢慢事下来靠即个日本的即个西洋教会来个支持安尼。好，独立教会的缘结，过来是宣道会，过来是传教士高管永乐会，传教士高管永乐会，高管就是高离官府啦，我相信是这个意思永乐会，永乐就是老人啦过来这是什么意思啊？虎二虎，大约七声是虎，这是虎第七声，虎二。我无理解什么叫虎二，咱来查一下什么叫虎二。第七声，歹势即个沙字典的时候，佫袂使真正佫拍迄个白话字的声调，佫爱用数字声调才会使。第七声虎二，是虎二嘛，第四声虎二，无即字呢，所以我到时看个知什么意思。虎二，还是虎二啊？写伊实在是拍唔对哩。OK。虎二啦吼，我相信是这个意思啦。虎二，基督教会会友家族的负责人所设立的宗教育的学校叫做虎二。接下来虎号无去啊，团道，歹势吼，实在是。伊无清楚，看袂解清楚。团道局应该是这意思。团道局，财团法人所以是财团法人淡水中学校，应该是日本时代才有这种观念的物件啦财团法人淡水中学校就是拄则我讲淡水中学宣教师淡水中学，我记敢若李登辉是淡水中学毕业宣教师咱甲教会的缘结大会，拄则讲中会，即嘛大会，成立大会教会的进步。我对来讲，除了教会南北其实是无共的两个教会所成立的，但是拢是基督教会因后来合作会叫做一个基督教会共一个，就是因后来本来两个教会合做一个教会，可能就是大会喜莲纪念会就是。应该是接落尾就是咧写讲即个当初所设立的纪念会。五乐师的小段，应该是我毋知是倒一个五乐师的小段。即张图是叫做淡水新学校甲女学堂。
小可长设计看会出来。这是淡水新学校甲小愈长吼，因了招歹吼，所以看不太出来。但是你会当看出一寡讲者，像我古早厝古早迄种徛厝，迄种形式吼。咱1点钟的时间差不多已经到吼，但是咱继续来谈吼。早时政治甲风俗，咱们来看早时政治甲风俗。台湾的行政伫1872年的时代，有设台南府、德藏、淡风厅。伫艋舺有淡水分府，伫新庄有分馆，基隆海防厅，伫宜兰有咸府，咸府是啥意思？是歹错啊吼！迄当中的这个可能无，应该是无收到对啦吼，咸府。知这啥意思吼？有知人再甲咱通报一下吼。有咸府，伫淡水有收庇。OK， 讲1872年，迄当阵政治的这个机构吼，伊讲到台南府就是南部的德藏、淡风厅。哦，德藏淡风厅，啥物叫淡风呢？淡风，差无吼。德藏淡风厅即北部啦吼，南部讲台南府，北部讲是德藏吼，淡风厅。若是淡水厅啦吼，淡水厅伊的即个厅地吼，就是淡水厅伊的厅政府是设伫咧市立吼，德藏迄人叫德藏。所以讲到淡水厅，咱误会吼，应该是迄人主要是伫市立吼。迄当阵的淡水应该是叫河尾啦吼，河尾，我讲河尾吼。伫艋舺有淡水分府吼，所以淡水厅伫咧艋舺设一个分府吼，等于设一个分支的机构伫遐吼。你看一下淡水吼，你来看即嘛淡水的即个英文名应该嘛是叫做淡水吼。因为即个马甲伊伫遮设教关系吼，所以即个淡水即个地名是足早伫咧西方伫咧用，所以伊即个淡水的名，感觉就是惯势用的一个地名吼，所以后来英文名都无搁改，就是淡水。伫新庄有分馆吼。搁来是北部，搁有一个所在，基隆有海防厅，伫宜兰，另外伫台北即只，宜兰有咸府，咸府真正是无理解啥物意思吼。伫淡水有收庇，即我所在，讲到基隆、淡水、宜兰吼。裁判伫台北，裁判就是法官啦吼。裁判伫台北，若要决死罪，就到新店，也算
最高法高等法院啊，设立新店吼，若要决时做就到新店。迄时新店比台北较闹热，吼，这新店人你要知影吼，新店我在历史上是比台北较闹热咯吼。一天造成吼，迄当阵新店已经造成吼，本来是竹厂是竹啊围起来，即摆已经总造成。要考教就去新店，要考教就去新店。考教啥物意思？考教就是考试比较吼。考教，即我昨昏查啦，所以我今仔日查，我今仔日就无搁伫我查吼。我看一下吼，考教。考教，但大书店有收吼，考教，考试比较的意思，考试试验吼，所以伊直接讲要考试的意思就是啦吼。你若要考啥物试？考当然是考试最官吼，咱即嘛讲叫做考公务人员吼。考教，要考公务人员吼，要考做官吼，就爱去新店，就是市场设立新店吼，叫做县市，这应该是市，我相信是市吼，县市。县市就是以县为单位做考试啦吼，县市。地方有设总理、地部。咱来看像个地部啦吼，地部歹势。地方有设总理、地部。这是关系小可案件，是对地部总理来放倒事，大事则对官个。这句咱来小看一下吼，地方有设总理甲地部。查啥物叫地部？第一声部，第二声地部啊，地方的保证啊，地方的保证就是咱拢知地保证差不多是船长掠啦吼，所以。地方有设总理，有设地部吼，小地小所在吼，有里长啦吼，村长吼。百姓若要关系着小可吼，小可案件吼，小可案件就一大案件吼，小案件是对地部对总理来放倒事。好，咱今仔日时间到吼。stop。咱今仔日时间到，咱甲这段读了吼。总理放倒事，这个放倒事其实我昨昏查袂着，毋知啥物意思。咱知影，咱甲咱讲一下。无这个放倒事，我昨昏。用大理大书店吼，用大理大书店来出看。昨昏我用安尼方法去测吼，你会使用这个瓦卡，所以毋知这啥物意思吼。导师。我相信放是动词啦吼，导师应该是，但是查无吼。小可代志就是地方官处理就好啦吼。大事呢，则对官个吼，需要大条的代志，需要裁判的时阵，则来新店找官个找，你官个
找菜看。好，咱今日读到遮，明仔载继续吼，有真侪朋友吼，继续来理解，来林北白话里来了解台湾历史。好，感谢努力。